来看这高雄寿山动物园两只台湾乌熊，这个月是来做伙过生日。动物园是头届邀请到 cello， 也就是大提琴家现场来奏生日快乐歌。其中一只乌熊宝贝伫咧演奏到尾啊的时阵，徛起来一直咧点头，若像是咧讲多谢，互大家拢感觉真心实。这个乖乖，一粒头对着大提琴的音乐声，哪叫哪嗨。寿山动物园的台湾乌熊宝贝甲喜皮，两只拢伫这个月要过今21岁甲23岁生日。因为动物园拢是专工传好料的，今年是准备音乐，请大提琴演奏家来求生日快乐歌。想要到演奏到最后，宝贝雄雄徛起来向演奏家一直点头，袂输是伫咧说多谢共款，互大家感觉足心实的。有时候是表现出可能像是聆听的动作，那有时候是可能表现出好奇站立的动作。那所以我们可能未来的话，我们也希望说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会多来邀请一些不同领域，或者是邀请我们大提琴家再度来表演给其他的动物来聆听。动物园讲要看到乌熊徛起来机会真少，不过早起民众来园区要看宝贝，原本等一步拢无看到熊出现，想要到最后宝贝唔拿出来见客，佮再次徛起来给大家看，民众也赶紧把握机会，手机啊啥咧一直翕。嘛是一个人徛起来感觉啊，就很像要在你揽起来的感觉，系啊。你讲你来看台湾乌熊安尼啊，你看到这只熊，你感觉有高水？足够水啊！系啊，而且乌嗖嗖啊，胸坎搁一个白色的。动物园表示，人饲的乌熊甲野生的无共款，宝贝会有亲像人的动作，表示伊感觉好奇，而且想要吸引大家注意。不过野生的乌熊若是徛起来，都是为着要威胁敌人的行为。因为今年的生日音乐会效果袂歹，明年无得空会阁安排一寡类似的活动，增加游客甲动物互动的机会。记者柯家族柯昭阳高雄采访报道。